这个小朋友，本身我会有40多年，50多年，那么你呢？我说，做不了我说，点个老师，点个书法家，弄成这样，弄不了40了，800了，但是这两天这个法，那以前的那当时的非常的渴望，非常渴望，这好像刚起的经验，对，你们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这种，难怪山东会出这么久。你这个从现在这样说，他们很积极的，也是这种的要就是打回到白人这种，但是农经济没办法，你流经很猛的哦，你经济会有变化。义乌，你想回怎么自觉？怎么去自觉？你要怎么去自觉？自觉了，你怎么去学它？你怎么样去学它？你已经自觉怎么去学它？还是你在里面？我们这个眼体健康，这些眼体健康，都是你的东西，还是我在学习过程中知道？那你们都要讲我自己，什么是讲我自己？那么很简单，今天你看，你自己最简单，一条龙有么？有没有吗？应该是经受的出来的，但是经济的我了解来你点过他马上来。真好改起来就，你这个是真。那大概是我五分钟，到这大概是我的花生米啊，我开始在做啥？一个月是真。那到10点半，第二班10点半，今天有一个到上来，经济检查，这个娱乐办公室继续要做。请记得这个家里的电话，这个家里的微信，要我的微信，应该要我的电话。他们的追求佛法，他们的追求正法是这么的积极。你想想看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钱，去到那边，你要怎么去面对他？最后来我不搞我相关的问题，就搞这个低啊，这个分啊，还有这个你要怎么去对？不要手机万一才在这，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去真的去深入到里面，你如果不搞，你想他去引那个一场的，因为这个一般考虑他一直在用。真这样的说，我们对经典那对经典已经有几代财务这一块，因为你市场进来这场那个都毛不上，因为呢市场进来这场今年都毛不上，所以你对这个影响现在很大，但是他需要钱多，需要钱多，也做了不常来，我建议农经理。你早上今天到早一点，10点就9点过来，到这里只有微时间，健身场。中午做事情后，晚上做事情吃饭。这个讲给我讲他们，包括后面说这个吃饭早一点，学生这边这个吃饭，就这样讲。这个本来旁边让这个改的很好。但是给你今天中午应该在企业的那里，我不会做。今天的购票，他们一些很花心，一些很高兴。所以呢，这是多少时间？回答一道题，回答一个时间，2尾钟上交。所以我看你们手上的今天多少时间？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经常的对口罩，运动很喜欢去追寻，但是因为什么后面你拿不去，所以人跟我们要
连续推出马上，连续还特别的来，我是来，连续的推出马上就老师，最后黑锅被出来，给进讲到起床就是我们自己的进章，给人家搞点来，一个搞点，连祝老师不能那个就进章，这个很重要，我相信。但是这个这个在这个在某种有点我们这些老师也好，你教人家，你让他教人家，他那联邦不一样，我跟他听讲，他就好，应该是到做了不点温老师，你要让他们学什么道？第二道，这个年龄公黄，好点黄。加迟到时间。今年年底在阿布里的是，那我是正常。现在他还要迟到，这个你现在的待遇太大了。今天时间放好，要晚了还有这个。明天早上点到，或者就比较起来，飞机来了，飞机那里那个。就理解，我这当然是的，马上办，只有你就办，一个人就办，你传中央两个办，所以那个是那个事实很高，但是注意，在我们的这里方面改变我们的那个好，这个这个地方能起，那是要公平和这主要是很少见，但是它会起。所以有的时候，那些建议，那建议不对，我的建议不对，是不在，但是你还，就我们这钱是在旁边，但这钱呢，你还能报，就他的这还有你的体系，那好讲，那么你170%的人都没有，那么你也70%都没有，你想过来这些你要过来把它过来。广东，我就让他是过来广东，对不对？所以印尼是这个，所以不接啊，够的，现在对这个是不忙的，包括现在很多地方，所以呢，原因他没有谈这些规小。